我居然变成了花园城三公主陈芊芊，管自己叫三公主的陈芊芊。就是那个街头抢亲，结果大婚当日就被男主还说一杯毒酒送上西天，第3集就领了盒饭的女炮灰。现在是第几集？第几集？就是我的意思，就是说现在故事发展到哪里了？故事什么意思？三公主，三公主，哎，媳妇到了。第3集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赶紧把这个东西拿走，这不是媳妇，这是丧服，而且我是不会跟韩硕大婚的。他这个扫把星，我得离得越远越好。拿走。不是这，少君，你无碍吧？无妨，我的心悸没有这么轻易发作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顺水推舟，既然这三公主这么想与我成婚，那就如她所愿。今晚毒杀陈芊芊，先扫清这个障碍，随后按原计划扶持陈楚楚上位，利用她夺得龙骨，待我夺得花园城秘宝治愈心疾后，便立刻点燃瞭望台上的狼烟。届时玄虎挥师南下，一举攻占花园。少君英武。这又是何物？手工纱。哎，放肆！韩某与三公主成婚，为的是缓和玄虎和花园两城的关系。什么夫德、面基，韩某都一再忍让，尔等却步步紧逼，简直……欺人太甚！少君，这会儿点什么手工纱呀？啊，这会儿点了洞了房之后还能剩下什么呀？哦，你家手工纱日抛的呀？啊，是，三公主，小的这就告退。韩少君，哎，少君，韩少君，我们是走个过场呢，还是直接进入正题啊？大婚之夜，怎么能少了喝酒助兴呢？交杯还得注意姿势，喝有毒的那杯。三公主，你我昨日有缘初遇，今日就要结为夫妻，之后定当相互扶持，同甘共苦。也好，这样我就能早点回家了。干了。哎，少君，这是怎么了？抱歉，扫了三公主雅兴。不好意思啊，重来一次。干了。又怎么了？这不是按照玄武城习惯的姿势来的吗？面纱没沾是吧？真麻烦。掐这么紧干嘛呀？
怎么是你？你不是说你不演吗？韩某不知三公主何意，难道是怀疑我在酒中下毒？酒里有没有毒，你心里没点数啊？还跟我装？行，没毒是吧？来，挑一杯吧，咱俩干了。实话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是我死了，我也得带走你。